斗语巫师法宝社。搭上魔法列车，进入到魔幻的世界。伫月台顶面，阁会当看到真侪特色单位。是个文创园区，即次甲深山市集合作，将伫咧2月11到2月122天，伫园区内一个设施景点举办魔法深山市集，互来到园区佚佗的旅客好耍又阁好买。以魔法的一个主题，打造一个魔法小镇，那邀请所有的魔法居民们呢，大家都可以到这边来探索我们的魔法世界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的竞技竞赛，那我们也可以让大家有点类似像在魔法世界、魔法学校的班级之间的竞赛一样，它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一些竞技竞赛的活动。魔法深山市集总共邀请136间特色商家参与，做伙变身成为魔法小店的居民，贩售自家的产品。后来参观民众，参像是来到魔法世界设计同款。这几年里面，很多的魔法主题，像哈利波特啊，或者是像现在的 Wednesday 星期三，或者是更早以前的霍尔的移动城堡，这些属于小朋友的回忆，或者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相关的主题。然后我们透过活动策划的概念，然后把市集，然后用以魔法为主题的品牌，然后来结合整个厂区的活动，然后让整个活动除了是硬体之外，多了一些软体，可以让人进到石鼓糖厂或者石鼓文创园区这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可以感受到浓的魔法味。上水的糖厂拄着上水刺激，究竟会当弄出什么款趣味甲惊喜？就等待着民众亲自前往体验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